各位親愛嘅觀眾，歡迎嚟到我哋嘅娛樂頻道粵語天地。轉眼又到咗年尾，呢個時候大家都爭相要返屋企，同屋企人度過溫馨嘅時光。但係喺我哋閃爍嘅娛樂星空下，總有啲明星孤單嘅身影，讓人看得心慌慌。就喺唔耐之前嘅聖誕節，咁耐冇露面嘅鄭欣宜突然喺深夜嘅時候發咗同慈愛嘅媽媽沈殿霞嘅舊相，留言話聖誕節應該係要同屋企人同埋你愛嘅人一齊過嘅節日，仲話呢排成日夢見咗肥姐。呢段感性嘅分享，好多人睇完都不禁替欣宜牽掛，大家都好想知道欣宜依家嘅狀況同埋心情啲咩樣。其實早喺今年上半年就傳出欣宜突然人間蒸發休息嘅消息。今年5月嘅時候，欣宜橫掃咗2個音樂界大獎，其中一個就係10大中文金曲頒獎音樂會上嘅最佳粵語流行女歌手大獎，另一個則係 Chill Club 推介榜年度推介22/22嘅年度最佳女歌手金獎。正常來講，呢2個獎都算係相當夠分量嘅。不過欣宜卻連續缺席2次嘅頒獎禮，就連喺社交平台都冇發文慶祝下，透露下感受。咁仲喺自己36歲生日嗰日都未有出現，這情況真係令人感到意外同埋擔憂。終於經理人林珊珊出面解惑，欣宜真係唔舒服，正喺休養生息，希望大家能夠多啲諒解，俾啲私人空間佢。而唔舒服嘅病就係被憂鬱症影響。知道呢一點，可能有啲觀眾會好奇，因為欣宜向來喺大家心目中係個好開朗、好積極嘅女仔，點解會有憂鬱症嘅困擾呢？而且呢幾年，欣宜喺香港音樂界都算係當之無愧嘅音樂小姐，像容祖兒、鄭秀文咁嘅前輩都已經揚言。而欣宜不單有好歌唱，聲音又好聽，基本上每個頒獎典禮都會見到佢嘅身影，獎門人家。佢嘅歌唱事業相當成功，受到廣大認可。加上傳言指欣宜繼承了肥姐俾佢嘅6000萬遺產，肥姐喺2008年離世時留低嘅。因為欣宜當時淨係得21歲，做媽嘅心，肥姐希望嗰筆遺產能夠幫到欣宜。肥姐當年好擔心女兒唔識得理財或者唔再勤力工作，所以立咗個遺囑，話欣宜要等到35歲先至可以攞到遺產。但今年初，肥姐嘅好姊妹金牌經理人陳淑芬出嚟解惑，話係冇呢回事。其實靠自己嘅努力同埋之前積蓄，欣宜早就係個小富婆。之前喺自己 vlog 度，佢都展示過自己嘅豪宅，3房1廳，超過130平方米，仲有寬敞嘅客廳同巨型衣帽間。咁啱從09年揾到而家，啲樓價上升咗差不多2000萬。而且欣宜嘅感情生活都好豐富，佢同 Benjamin 嘅關係曾經好受關注，但似乎真心人係第啲人。據聞欣宜嘅新男友 Derek 係讀書時認識嘅，係英國嘅花店老闆，樣貌高大帥氣，大佢4歲。2個人本嚟拍拖過，分咗歸又復合，有咗錢、事業同埋愛情嘅欣宜，卻突然傳出有抑鬱情緒，真係挺難理解。再細想，可能原因並唔太難揾。事實上，欣宜一直都有情緒問題。自2017到2019年間，經常有情緒低落，心理健康唔算好，尋求咗心理專家幫助。2020年嘅時候，為咗轉移注意力，佢開始定時爬山跳舞。不過，內心所受嘅困擾並唔係用閒暇活動就可以完全解決嘅。事實上，欣宜心底嘅牽絆，同佢家庭嘅關係密唔可分。大家都知道，欣宜8個月大嘅時候，肥姐同鄭少秋就離婚。1年後，秋官就跟官貞華有咗自己嘅新家庭。儘管外界睇落欣宜同爸爸關係仍然不錯，
例如欣宜25歲嘅時候，秋官仲同佢手挽手去慶祝。3月嘅時候，欣宜開 Red Hall 演唱會，秋官都送上花籃。然而呢啲表面嘅父愛，似乎未足以說明欣宜同許廷鏗嘅友誼咁深。秋官再婚之後，似乎真正陪伴前任嘅2位女兒嘅時間變得好少。今年10月，大家震驚知道鄭少秋54歲大女嘅悲劇新聞，更令大眾反思親情嘅可貴。呢時候大家才猛然發現，原嚟喺和肥姐結婚之前，秋官還有一段情。當年秋官仲係10幾20歲嗰陣時，就同佢喺藝運訓練班嘅同學盧慧如拍拖咗3年，生咗女兒鄭安怡。之後2個人分手咗，鄭安怡就一直同媽媽住喺外國。雖然有傳秋官有幫大女出過大學學費，但盧慧如成日向女兒灌輸秋官好衰嘅諗法。想象下喺呢種環境下長大，點會開心呢？秋官自己都講過，對於呢個大女兒，喺街度行過都估計認唔出嚟，可見佢哋父女之間嘅關係有幾淡薄。對大女係咁，對欣宜估計都差唔多。欣宜雖然缺少父愛，但又鍾愛佢嘅媽媽、外婆。不過肥姐過世之後，外婆都喺同一年離開咗，對欣宜嚟講無疑係雙重打擊。加上當年佢身形肥胖，仲有同吳卓羲嗰個面頰吻，遭受到街坊嘅口誅筆伐、冷嘲熱諷。入行初期，欣宜一直努力減肥，但呢個過程肯定都唔開心。仲有當年輿論指責佢消費肥姐、貪玩敗家，搞到欣宜嘅路人緣一般。肥姐過世之後，孤身一人嘅欣宜要面對咁多非議，可以想象佢嘅壓力有幾大。好彩而家嘅欣宜唔使再為咗討好觀眾而嚴格要求自己減肥，仲憑住自己嘅唱功同實力喺樂壇爭到一席之地，擁有唔少粉絲，唔會再有人話佢女朋冇貴。不過最近有傳話欣宜想開自己嘅音樂品牌，可惜公司唔太支持，搞到佢同公司鬧不和。可能係事業上遇到嘅瓶頸，身邊又冇親人支持鼓勵，令欣宜再次感到迷茫同低落。但係經過近半年嘅療傷期之後，前段時間欣宜終於重出江湖，唔單止幫許廷鏗嘅新歌拍 MV， 仲為電影配音同獻唱主題曲。活力充沛嘅欣宜又返嚟啦！我哋都希望欣宜就好似佢唱嘅女神咁，唔使低頭，唔使講和，唔使為俗眼收斂色彩，繼續做一個健康、快樂、陽光、勇敢嘅女神。今日嘅節目就講到咁多，下期再見。